士師記咧就應該係記載一啲失敗之書啦，係充滿住咧百姓咧失敗嘅記錄，即係佢哋點樣離開神啊，又軟弱啊，跟住又呼求神啊咁樣。咁雖然係咁啊，但係喺神榮耀嘅計劃裏邊咧，士師記係卻係一卷咧拯救之書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嘅時候咧，耶和華就為佢哋點啊興起一位拯救者。呢個拯救者就係邊個？就係俄陀聶。俄陀聶咧係第一位士師嚟㗎，佢係信心嘅典範，能夠咧喺國中太平40年啦。呢個就係俄陀聶啦，係嘛？佢回應神嘅呼召係好簡單順服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睇下基甸啦，因為米甸人啊係逼迫到咁嘅地步啊，就呼求耶和華點樣？係啊，我哋嘅上帝即刻咧就咧差遣呢一個嘅咩啊？以色列嘅喺差遣一個先知到以色列人嗰度咧，就去咧點啊？去揾啊基甸啊！我屋企係馬拿西支派中係至貧窮噶，而且我喺我父家係至微小噶。就係基甸咧點樣去向神求神蹟？有2次嘅羊毛嘅神蹟 ，OK， 一次咧就係祈求啊，如果你真係要我拯救以色列人，你就叫啲羊毛啊喺濕地變乾啦，係啦，跟住第2次就將羊毛乾地就變濕啦咁樣啦，跟住咧就開始咧就去藉住咧咁我就聽你講啦，如果你有即係呢2個印證，咁我就出去救以色列人啦。邊個人本身都係一個信心少啦，因為你信心少，即係冇安全感，個人就會有反覆啦嚇。得勝之後嘅俄陀聶咧，於是國中太平40年，跟住咧直到佢死嗰日啦 ，OK， 係啦，咁得勝國中太平40年，經文咧冇記載佢咧有冇再立任何嘅紀念物。即係有冇啲紀念品啊、紀念碑啊？佢冇啊，完全冇。基甸就唔同啦，基甸點樣呢？基甸佢變咗質，佢要做一個以弗得，係拜呢個以弗得，行了邪淫，呢個咧就成為基甸同佢全家嘅網絡啊！成功比失敗係咁好容易去暴露一個人嘅內心嘅。你今日你有冇見過呢啲屬靈嘅以弗得呢？會唔會喺你自己嘅生命裏邊唔覺意都建立咗呢啲嘢呢？可能建立咗某個事工、某個建築或者某個傳統，以後就代替咗神嘅位置。記住強調，最後係代替咗神嘅位置。最後我哋有個總結，俄陀聶同基甸啊，雖然咧佢哋都係個侍奉係切面不同噶。OK， 佢哋嘅起點係咪正啊？起點好正，但係終點係咩啊？終點就唔同啦。佢哋嘅唔係因為佢哋有冇恩賜，因為恩賜都係神俾噶，唔係因為佢哋有冇呢個位份，因為位份都係神俾，只係在於佢哋嘅態度。一生我哋所建立嘅，究竟我哋係祝福下一代啊，定係成為其他人